那這個永康的正式轉運站其實就要解決這個國道客運長期下交流道之後在永康地區停靠的問題。我們知道早期在沿航地區因為沒有適當的路外場站的這個空間，所以它都只能路邊停靠。所以我們在這個前幾年就先解決了這個路邊停靠造成交通安全的問題，我們設置了臨時的轉運站。那同時也開始建設新的正式的轉運站。那這個轉運站總經費是5300萬，那也感謝中央交通部的支持，補助了4500萬。這個轉運站內有8個席次的月台。那除了國道客運的停靠之外，我們也特別預留了2席，讓市區公車來停靠。周邊的這個汽機車的停車空間也相當的充足哈。经過這個試營這段時間，我們在路邊以及原來的臨時轉運站部分呢，對於汽車跟機車的這個停車空間都盡量的來滿足。那我想，我們這個轉運站的這個正式營運呢，我想对于台南市上下交流道的第一站長途客運，一定有非常好的這個服務的空間。那也歡迎市民朋友來多多利用。在車道上，我們才一進一出讓車輛可以比較順暢的一個通行。那室內空間也非常的寬廣那讓國道客運跟市公車來分流，再讓民眾呢可以有一個舒適的一個候車空間這樣子。我們謝謝台南市政府來規劃設置這個這麼完善的一個轉運站。那實際上設置之後呢，對我們的市民朋友呢搭乘真的是很方便對我們這個運量來講是會有一個提升的。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啟用。我們找一個好的地方，讓等車的民眾、通勤的民眾能夠有比較舒適的環境來做轉運，這是刻不容緩。那經過2年多的努力，把這個很漂亮、而且很舒適、而且很安全的永康轉運站終於建設完成了。希望它擔負起讓市民行的安全、行的舒適、乘坐大這種運輸工具的一個好的經驗。希望它的啟用能夠帶來交通改善的另外一個契機。大家好，我是楊春懷，歡迎收看12月3日禮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2026台南好養跨年演唱會，除了邀請到達15組台灣、香港、日本、甲韓國藝人登台，市長黃偉綽嘛他家宣布，規劃長達180秒的煙火秀，保證是這幾檔來上精彩的，邀請民眾做伙來台南迎接2026。經過搖滾樂壇甲南明草地音樂演唱會以後，民眾上期待的台南好養跨年演唱會嘛將來到。今年除了邀請多達15組的藝人，包括有台灣、香港、日本甲韓國的團體，佇個跨年鬥助煙火秀，市府嘛透露將安排總數3500發的煙火，其中有450發是燃燒的煙火來搭配。當煙火一衝天頂，就親像雨點同款消失佇個瞬間，甲大家做伙來迎接全新，甲着充滿希望的金馬年。市長黃偉綽表示，台南運用有限的資源，推出一場精彩的耶誕跨年活動。其中民間的資源是贊助活動的重要力量。伊嘛感謝開基玉皇宮連續5檔來贊助跨年的煙火秀，讓台南的跨年活動更加圓滿。台南新聞綜合報道。在經過政見發表甲公開接受公民團體提問以後，立委林正憲30號舉辦第1場台南團結車隊大會師，選擇了下營用車隊遊行展現黨內團結甲地方的向心力，沿路有不少鄉親嘛熱情的加油。
立委林俊憲並市長初選佇政見發表會，甲公民團體提問的雙重考驗過後，30號選擇佇下營舉辦世事的第一站。該站已經是歷年總統立委候選人選戰陣營的傳統，因為下營就是會贏的好格調。佇當屆3位立委甲議長柯立立、副議長林志典等17位同志到場相挺之下，先佇上帝廟上香祈福，祈求地方平安、選戰順利。嘛宣誓第一場車隊遊行對下營出發，展現團結大會師的力量。林俊憲，為支持，為支持。伊對台南的面色，會使講是逐項攏知影、攏了解。伊所爭取的交通，伊所爭取的福利，伊所爭取的建設，伊所爭取的溪流的政治，攏一定是佇咧頭前鋪，人講路攏行佇咧頭前啊。咱閣倒轉來看，看伊的對手陳定輝立委，阮會當講，伊講的物件，連我都攏聽無啦。所以講呢，我相信要選市長，一定愛心有拿圖，手有能力，人有仁和，毋是干那講我等幾冬，我做幾冬。只有開發會當提供未來新的台南上好的機會，所以拜託咱做來拍拼，台南一定會愈好。咱現場遮的台南隊。攏是盡獻，要向大家保證，因過去攏佇基層辛苦經營，認真服務，互阮更加有氣力，會當共同打造更加好的台南。我相信這嘛是咱大家做伙願望，你講對唔對？對，對，來拍拼咧，好唔好？好，拜託大家支持台南上好，林俊憲，感謝。對下營出發，重點選佇麻豆，嘛是因為過去民進黨佇麻豆長期攏得到高度支持，嘛代表堅強的民意基礎，加對未來信心，沿途串聯在地鄉親的熱情dit意，場面熱熱。台南新聞管子採訪報道。民國77年開始，由台南市政府委託秀傳醫療所經營的台南市立病院，目前 ROT 契約在116年將屆滿。為了確保市民醫療服務袂中斷，雙方閣舉行 BOT 簽約儀式。會中秀傳嘛宣布引進民間投資超過76億來建設腫瘤大樓以及現代化的醫療設施，展開為期50天的全新營運。民國77年開始，由台南市政府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所經營的台南市立病院，嘛是台灣頭一間公辦民營的病院。當年 ROT 的修例嘛，正做台南市政府甲民間合作推動醫療建設的重要里程碑。如今契約將佇116年屆滿，雙方佇12月29以 BOT 的模式，由衛生局長李翠鳳甲秀傳醫療社團法人董事長黃樹維正式簽約，市長黃偉哲嘛親臨見證。強調這不只是契約的延伸，更是對市民健康的承諾。原來市府已經蓋好一個醫院啊，這個租賃給這個秀傳集團來經營。那這次呢，由秀傳集團蓋新的大樓啊，加新的設備，來為市民朋友服務。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因為他原來的醫院還是要繼續營運，所以等於說是穿着西裝改西裝。那未來我們在經營這個整個建築時所有的移轉呢，我們會成立一個小組做好所有的準備工作，那讓它在經營的時候、建設的時候，能夠有最小的影響那我們的醫療一直維持我們原來的優質的服務團隊。會中秀傳除了宣布引進民間投資超過76億來建設腫瘤大樓以及現代化醫療設施以外，現任院長蔡良敏嘛以全校區的立體動畫，強調量體更新和擴大影響醫療照護環境。我當來的時候，咱原本是要起一個腫瘤大樓
尾啊，大家討論者，我和頭家討論者，咱這個建築已經40年啊，30-40年啊，所以是毋是會當甲翻新，佮甲用較大的，對市府對市民有一個回饋，對頭家就首肯答應的，所以咱就行到這個案，行到安尼吼。我所以這也真感動啦吼。間上大挑戰被市長形容為穿西裝改西裝，因為佇長達10年半的興建期間，需要醫療服務完全無中斷，來完成整體太古換新，展開為期50天的全新營運。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上個32天，羅里蒙天後宮再度辦理地仙宮聯合會議會，為了彰顯地仙宮登陸北線尾的事蹟，也閣他給舉辦地仙宮登陸羅里蒙活動。地仙宮甲媽祖相隔364天後再度共存，重現渡過烏水溝的歷史場景。嘉義縣溪口開元殿開大聖王地仙宮，甲羅里蒙天後宮三馬，佇開路鼓的引領之下，來到天門宮出海口，200多人換上軍營將士的衫，燒化書文了後，陪同頂船展開體驗，一路放炮模擬當年戰爭場景，彰顯地仙宮得到媽祖神威庇佑，渡過烏水溝登陸羅里蒙歷史。我們稱為這個行動是非常準確的一次軍事行動啊！顯然講誒，鄭成功精密的計算了這個潮水水文的時間，就是說手風後潮啊，這樣順利的越過鹿耳門哈。那當然也製造一個傳奇的，是講以這個上岸登陸，然後設個香案祭拜媽祖，請求潮水助他船能夠進來。上個32天，媽祖經再次申辦聯合會議會，特別推出小萬聖經地仙宮登陸後代事蹟體驗活動，邀請全台灣風采地仙宮的宮廟代表參與登陸體驗。登陸了後，依照當時地仙宮的卡嗲，行到羅里蒙參香。難得的體驗啦，以前也沒有參加過這種類似的活動，我覺得很棒，很有體驗感，而且很能留下很多的那個紀念啦。台灣的文字叫做地仙宮，重塑咱364年前的情景，所以咱嘛是照歷史的典故來辦理。這回吸引全國60多間宮廟代表3000多名信眾來參與，場面莊嚴閣熱鬧。台南市長黃偉綽親臨，見證新尊聖駕重回登陸首地的重要時刻。祭典依照香火串聯全台民間信仰力量，唔那再現地仙宮守護台灣的歷史基地，更替宗教文化團團落去。台南新聞收派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不離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由民間發起的台南跨年卡鐘記號，對7天前3間廟有參與，到今年超過900間宗教團體響應。這回選在台灣府城隍廟舉行，廟方也閣請出有100年歷史的古鐘，邀請全市各區同步在咧跨年主時迎接新的一冬。7天前由民間團體所發起的跨年敲鐘記號的活動。主要希望透過莊嚴佮悠揚的鐘聲，為跨年夜帶來祝福，甲着內心的安定。7天來，佇政府公部門的加入，活動一檔比一檔盛大。今年更加吸引全市各區上100間的宗教團體來加入。咱這個活動其實是7天前發起的啦，吼，行到今年已經第7年啊。哦，一廟，也是講一個宗教，一個表演的舞台，就是希望咱所有。咱附近攏會當就近佇咱的37區，就近的宗教團體攏會當參與咱跨年祈福的這個活動。慢慢，咱把這個跨年的舞台，慢慢借由咱這個地方的宗教團體、地方信仰，來舞台來攤開，變成市內，也是咱一寡偏鄉，
有若攏有一廟埕一舞台，咱到即馬咱即個跨年的舞台，有若一定會當遍布咱即個規台南市37區。主辦單位透過活動宣傳記者會，包括市長黃偉哲、民政局長蔣靈煌以及儕間的宗教團體，甲着民意代表攏共同出席。而台灣府城隍廟嘛請出100年歷史的古鎮，為活動來揭開序幕。第一項祝台南風調雨順。好，第二項準備，請開始。第二項祝台灣國泰民安。好，準備第三項哦，請開始。第三項古鎮國語壇平安順心蘇州轉，感謝大家。這粒迄個道光8年的，道光8年的多西元1828，吼多197棟啊。我想會當用這個100年的鐘吼，來互這個參與的民眾會當來共享吼，來帶來好運啦吼。為咱的城市來祈福，為咱的社會來祈福，為咱的家庭來祈福，為咱個人來祈福，嘛是要為咱的國家來祈福。所以呢，咱借着這個時陣，佇主席的時陣嘛，主席的時陣11點吼，主席的時陣來考證吼，做陣接着這樣來報平安，甲大家希望大家攏快快樂樂、平平順順吼。今年的台南跨年考證祈福的活動，將佇個12月31半暝11點15分，也就是主時一刻，要佇個全市各區幹部來考證，透過全市各區宗教場合的串聯，和市區甲個偏鄉幹部來迎新，迎接新一冬的希望甲個祝福。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大台南凌霄寶殿武隆宮嘛將佇咧115年1月1號元旦透早接續舉辦敲鐘祈福活動，邀請大眾做伙來敲響新年度的金鐘，迎接福氣的來到。大台南凌霄寶殿武隆宮主委王大明表示，敲鐘祈福是傳統信仰當中真具象徵意義的重要儀式。鐘聲一響，代表送舊迎新，也象徵將人的心願上達天庭，為115年揭開吉祥的序幕。凌霄寶殿武隆宮佇咧元旦早時舉辦敲鐘祈福儀式，每一個到場參加敲鐘祈福參拜民眾，都來當上馬告成功、大吉大利、開運大紅包以外，元旦東港到廟來參拜跋杯，攏會當得到苗栗山兵馬的地腳金。象徵生命隨行護佑，新年順遂，福氣隨心。凌霄寶殿武隆宮誠懇邀請民眾把握元旦新年吉時良辰，踴躍前來參與敲鐘祈福活動，為家己甲親人許下新年心願，在神明祝福下，迎向全新的一年。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台南市經發局發表年終成果，同時有個2026的好消息，其中南科的成長動能佇咧未來相當的好，甲沙崙智慧理能科學城、智慧機器人產業聚落，升級做由南到北的經濟發展戰略三條，帶領台南經濟發展。去年的年產值半導體的部分是2.2兆科學園區，今年我們南科以台南為核心的這個部分就已經到2.7兆。受惠佇咧高效能運算加 AI 應用的需求，南科三大佇咧2025創下歷史新高，頭擺突破2兆。我們在南科裡面其實不只是台積、聯電還有很多外商公司，包含艾斯摩爾還有我們現在講的到我們沙崙的 AMD。除了南科沙崙智慧理能科學城，更是成功吸引中研院、工研院、國研院以及全球知名晶片設計公司 AMD 等在內的140間廠商進駐。研發未來也會在我們這邊，為什麼呢？因為國科會現在目前在沙崙這邊有佈局，就是有關於 ID 的設計、半導體的設計，
包含半導體的研發跟創新。台南已經成為半導體的重要基地，為佇咧柳營的智慧機器人產業聚落，嘛和原本的經濟發展相競爭，升級做由北到南的戰略三條。大南方新矽谷的計劃裡面呢，其實台南佔了一個重要的核心角色。它不僅是一個智慧城市的角色以外，未來譬如說在智慧服務型機械人科技方面交出真好的成績單，風華再現的大菜市、新光三越、台南小北門店等等，佇咧今年陸續啟用，成為城市的新亮點。尤其是今年國無濟的消費電力金額，比去年加了10幾億，將突破45億。3月1號結束之前的話，應該可以至少突破60億的這個消費額的登錄哈，所以今年購物節裡面其實是相當熱絡的哈，那獎項也非常豐富哈，有汽車，還有月抽啊，周抽哈。為了行銷，經發局市長處嘛設計全新 IP 夜市仔。黃色圓潤潤的身材，加白色的威士骨，模樣相當古錐。唔那看菜市仔是超人氣組合，周邊商品更是受到歡迎。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台南推出799塊大台南公車，加上台南到嘉義的代替1加8的定期票方案以後，市長黃偉綽閣擴大宣布。台南到嘉義縣市999塊1加8的方案，大大減輕台南市民的通勤成本。台市原本的免購平台已經發行6種無共公共運輸組合的 T-Pass 電機票，已經是全國選擇上多元的縣市。市長黃偉綽26號邀請嘉義縣市2位首長，並共同宣布嘉義縣市到台南所有運輸，包括公車、bus、客運、遊板以及代替服務攏有，只要999塊就當坐到飽，對着兩地通勤的民眾，真正是一大福音。嘉南的這個 T-Pass 999開賣了哈，那希望大家一起來使用。那不管是通勤族，不管是區內使用，或者是你想要去風景名勝，或是想要去跨縣市的這個旅遊，或者是你是外來北部來的外來的，你想要購買也是可以，所以這個是非常感謝交通部的中央的支持。根據統計，台南對9月15號推出799塊大台南公車，加上台南嘉義的代替1到8以後，短短3個月銷量就突破6000筆。這回閣擴大嘉義縣市到台南所有公共運輸1到8只要999塊，嘛互嘉義台南的生活圈正式邁向一票看3地新階段。啟動999嘉南公共運輸無限方正式開賣！哇！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有這個通勤族啊，那每天在使用的，那當然就會省很大。那當然也有一些可能我們的長青的這些好朋友，那這3個縣市有很多觀光景點，那如果假勞營哈，實際上也可以買一下我們的 T-Pass 啊，那可以去暢遊這3個縣市的相關的一個景點。也特別要感謝台南市政府在這一次呢，對於我們 T-Pass 的一個所有的運作，可以能夠走在前面，然後不斷的去整合。所以看到可以有非常多的方案可以讓大家選擇，我想這對不但是對我們通勤族同學，甚至對觀光遊客有更大的幫助。嘉義縣市到台南的公共運輸整合全面啟動，邀請民眾多加利用。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大喜餐飲集團旗下的大江富庭萬屋正式進駐台南高鐵站邊仔的大型購物中心，延續品牌現點現烘的料理職人精神，結合外銷頂級的麻魚食材，讓消費者免出國，就當品嘗到上正統頂級的日本麻魚料理。火可以小一點。外銷等級的鳗魚搭配獨門醬汁，經直火燒烤後，香氣直接衝出螢幕。這間從料理手法、器皿使用、裝潢設計，每個細節皆充滿濃厚的日式風格，營造宛如置身日本的用餐體驗。經過蒸煮，然後我們公司特製的蜜醬，
然後去烤過的這樣的鳗魚，強調它的軟嫩度。还有我們公司堅持一定用外銷等級的4批到5批，1公斤4尾到5尾的鳗魚，然後我們也堅持用1年的鳗魚，就是所謂的新仔鰻，這是我們公司一直堅持的。所以坊間有很多鳗魚吃起來很多刺，其實那都是叫做老鰻。老鰻因為它皮很粗，所以叫做spongy unagi。其實國人對台灣的鳗魚有一些不好的印象的原因，是因為都吃到不好吃的鳗魚。大江戶町鰻屋創辦人江俊明表示，品牌今年在3井體系共開出4間門市，未來5年目標拓展至20間據點，希望讓更多國人認識並品嘗台灣最頂級的鰻魚料理。今年在3井總共展了4家店，那未來我們是5年20店的計劃。那最主要，我想我們要開這個鳗魚飯的主要的原因是想要把在地文化，把台灣的最好的老天爺賜給我們的鳗魚，能夠留在台灣，給台灣的消費者、國內的消費者能夠享用吃到好吃的鳗魚，不要每次把好吃的鳗魚都外銷到日本去，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想法跟主旨。為歡慶台南新店開幕，業者即日起至1月4日，連續7天推出限時優惠1本鰻便當，消費者可用半價享用營養價值高、口感細緻的鰻魚料理，歡迎民眾前來嘗鮮。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感謝你收看12月30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淑懷，咱再會。流感、新冠拢有疫苗好做，哈。啊，你还讲袂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我拢知啦，但是该做嘛爱做。给来做啦！你这么怎么做上去啊？对，赶紧别叫 boss。爱有名才有福气啦。原來是夢，阮查某孫攏講哦，伊家人時陣叫我愛牽伊去行地毯。準備好。好，行。所了，用心一改解決，給你做哦。請你跟我這樣做：1、2、3、4、5、6、7、8。2、3、4、5、6、7、8。3、2、3、4、5、6。同樣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7、8。我也爬快不去耶。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什麼很賺？我外甥凱凱最近一直勸我跟他一起買股票，20%。他可能跟別人買了投資報酬率高的理財產品，報酬率高，風險也會很高哦。我只是想領個錢給我的家人，你有需要問這麼多嗎？即使是家人推薦吶，也要考慮產品適不適合自己。購買理財商品需符合自身能力，投資前需了解商品預期風險損失，小心金融剝削。老弟，準備好亂票大的了嗎 ？Let's go！ 沈大哥，等等，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115年起，駕照換照年齡下修至70歲哦。換照時不只要體格檢查，75歲時還要做認知功能測驗，還免費提供最新交通安全法規教育訓練。提早70來換照，多多數在啪啪照。今天我載你。OK， 政策上路之後記得去換照哦。我不要得腸病毒，
玩具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